港百萬名嘅婦嬰數目急跌超過61%，係全球跌幅最大嘅地區。人數熱報道，美金嘅報告顯示，受到金融危機拖累，舊年全球擁有100萬美元以上黃金資產嘅百萬富翁數目大幅下跌1成半，至860萬人，係2005年以嚟最少嘅，所擁有嘅資產縮水近2成，跌至328000億美元。本港10萬美元富翁數目急跌超過61%，只有37000位百萬富翁，係全球跌幅最大嘅地區。金融海嘯亦令百萬富翁嘅投資策略顯趨審慎，投資組合入邊股票所佔嘅比重大幅減少8個百分點，至2成半，現金比例就增加4個百分點至2成1。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大中華區市場董事總經理劉昌欣話：港人財富同資產價格結關係密切，所以舊年股市同資產價格下跌，令百萬富翁人數銳減。不過，相信隨住股市同樓市反彈，今年百萬富翁人數會較舊年增加。富有人士的跌幅最多也是因為他們的資產跟這個資本市場的聯動關係，所以他們資本市場回復的時候，原先的富有人士已經投資在這個市場，會受惠於這個市場的復甦以外，還會額外得到更多有財富積累的人士，所以從這個基礎的資源來做判斷的話，這個富有人士這樣是做百分之的一個。被視為可能係最早出現經濟復甦嘅中國，舊年百萬富翁嘅數目減少超過1成1，至364000人，但就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4大百萬富翁集中地。劉昌欣話：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相信到2013年，百萬富翁人數可以超越北美嘅國家。目前財經投資者楊淑儀報道。內地社發會生產300項國際機密設備認購，唔少廠戶都話勝任會有利可圖，所以加入認購行列，但係就話只求短炒獲利。有證券分析員話，花王目前凍結孖展資金超過160億元，金額認購超過100倍，已經成為創過年新股王。預計首日掛牌股價可以上升大約2成。立法會淨係就正新書院遷往梅窩嘅事件進行一輪辯論，多位發言嘅議員都表明對新書院嘅發展。身兼考議局主席嘅黎皇達就希望正新書院校方顧全大局，考慮其他選址。本書文報道，提出獨議嘅教育界議員張明光話：從正新書院風波睇到香港嘅美麗同歧視。佢話主流民意支持正生，亦都包容知錯能改嘅學生。但事件反映出5個教訓，包括青少年吸食毒品問題嚴重，當學校要破除分科政治問題，校本自願自讀計劃亦都要有完善嘅輔導支援，禁毒戰要持久進行。本港有需要設立更多類似正生書院嘅戒毒學校，政府亦都要喺政策上作出配合。戒毒學校係禁毒戰嘅大後方，戒毒癮難，戒心癮更難，戒毒又讀書係難上加難。隨住校園嘅自願驗毒，政府強力禁